黄金阶梯，每装单越飘越轻声，每朵云披上冰衣，在那里阳光正普照，在那里爱要眼泪，在美丽彩虹的尽头，中山陵与天相连，却多是明天降临到，却多是那一明了，当我指着阳光明天，它必要领我向前。我不知明日将如何，每时刻安然度过。我不求明天的阳光迎明天我展依然，我不为将来而忧虑，因我知主所应许，今天我与主同行，大声之前不忘记，许多事明天降临到，许多事那一明了，当我指着掌管明天，它必要领我向前。每一步越走越光明，像攀登黄金阶梯，每装单越飘越轻声，每朵云披上冰衣，在那里阳光正普照，在那里爱要眼泪，在美丽彩虹的尽头，中山陵与天相连，却多
黄金阶梯，每装扮越飘越轻声，每朵云披上冰衣，在那里阳光中普照，在那里爱要眼泪，在美丽彩虹的尽头，中山陵与天相连，却多是明天降临到，却多是那一明了，当我指着阳光明天，它必要领我向前。我不知明日将如何，每时刻安然度过。我不求明天的阳光映明天我瞻仰。我不为将来而忧虑，因我知主所应许，今天我必与主同行，大圣之前途光景。许多事明天降临到，许多事那已明了，当我知主掌管明天，他必要领我向前。每一步越走越光明，像攀登黄金阶梯，每装扮越飘越轻声，每朵云披上冰衣，在那里阳光中普照，在那里爱要眼泪，在美丽彩虹的
今天我与主同行，那生世前途光景，许多事明天降临啊，许多事那已明了。
各位兄弟平安，平安，新年恭喜！新年恭喜！来，这条，请咱备办心来准备今日主日崇拜，请咱别倒走乐。恁着学乐摇花，恁着感谢摇花，因为伊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一水会讲起摇花的大权能，一水会表明伊一切的名声。既若遵守公平，常常行公义，这人就有福气。一条，咱要来吟圣诗，圣诗第24首，圣诗第24首。我心学乐至悬上帝。万民扑拜伊骹的赎回伊伫赦免满满，咱着学乐来群活，学乐敬奉，学乐敬奉，学乐永远挂君王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我心学乐至上帝万民拍拜伊骹的赎回伊伫赦免满满，咱着来君王，学乐敬奉，学乐敬奉，学乐永远挂君王。我主恩典仰，喜乐历代君可人，得乐我主永远无变，属好真理大稳定。我主，我主，永敢无变大福。主必怜悯恩爱弥地，咱在乱脚派修美，愿以温柔相求破烂，叫咱看出前途人。称赞，称赞，主听甲言愿，愿那黑天会草木向大风吹来就扫见，天然地你的主变成上帝永远袂改变。我主，我主，我主大天主，天在水天高声变幻，调起一面当好塞。我痴心拍拜恭敬，愿是学乐永无变，学乐称赞，学乐
请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使徒圣经伫圣经头前13页，显着咱三个声来念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，今日全能被上帝的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中东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。做个下面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，请坐。接下来，咱个来启用启用文第37篇，圣诗后壁面，显着咱三个来启用。启用第37篇，记载伫箴言23篇。启用文第37，我的囝，你的心若有智慧，我的心会真欢喜，你的嘴若讲正直，我的心会真快乐，毋通羡慕歹人，又不是敬畏上主，将来一定有愿望。你的愿望会无过去，我的囝，着听着有智慧，你的声正义的路，着听趁生你的老爸，你的老母老的时嘛毋通看天意，着要真理，毋通卖。就拿着要智慧甲时甲便利，正直人的老爸会大快乐，人生着智慧的囝会让你大欢喜，着互你的爸母欢喜。互生你的老母快乐。我的囝，着将你的心交托我。目睭着指看我的道路。请咱三个阿头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是你圣的主人，伫寒冷的早起，你阁平平安安带阮众兄弟来到你的圣殿，共款阮要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。伫过去的一年，阮有经过老目山的山谷，阁有树立树落秋雨，甲伊盖满，成做变做水泉的所在。你用温电做阮年冬的冕旒，阮的路径也滴落伫自由。伫旧历年新的开始，主啊，你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，对永远到永远，你就是上帝。1000年已经过去，亲像昨日，阁亲像暝间的一更，你亲像大水甲伊流去，阮也亲像困一醒。早起时，阮亲像发青的草，发生无成，应时收割就有孤单。主啊，求你教阮安怎算家己的日子，会当互阮得到智慧的心。伫未来一年，阮袂去背后向头前所踩的标来走，到主你得想的日子。阮兄弟当中，感觉阮有辛苦病痛，有讲袂出的吐气，各行各事检采有真大压力。求主你赐落恩典，伫阮每一人，照阮所爱，甲阮补满。既若劳苦背重担，就阮你也必然得到安息。今日，阮来到圣殿，要听主你的声音，通过耶牧师，通过讲台，贴明主你圣经中的奥妙。你的话一开贴，就发出光，就要互光人通达。毋要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里，变过一遍来得罪你。你的话会将阮救活，也正做阮骹前的灯，甲路上的光。阮济济无奈兄弟，阮少年伊，求主恁甲因同在。无论伊伫啥物所在，你也赐落平安伫每一人身上，共阮祝福。既然来到主你圣殿，诚心的人，虔心谦卑伫你面前的，甘愿平平赐落恩典伫阮兄弟当中。阮短短敬拜，就亲像芳芳的坐到你遐，求主你甲因接纳。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。阿免。一条学路，你的话做阮骹前的灯。
一条，咱要来读圣经，请咱掀开新约雅各书，咱要对读第4章，要对第1节读到第6节。伫华本新约332页，汉语本伫265页，现代译本伫357页。现着咱来看，我来读雅各书第4章。雅各书第4章，来第1节，恁中间才会争战，对打落来，才会相争，对打落来，减毋是对恁的宴乐交战伫恁百体中会来吗？恁贪婪嘛无所有，恁杀人贩盗嘛袂得着，恁相争争战，恁无所有。因为恁无所求，第3节，恁求也袂得着，因为人三求是要开用伊伫恁的宴乐。恁遮的淫妇啊，敢毋知甲世间做朋友是甲上帝做对敌吗？所以既然爱做世间的朋友的，就是做上帝的对敌。第5节。也是恁拍算圣经是空空讲吗？恁所想述咱的神，兼乱无够伫要怨妒吗？若是伊想述较大的恩，所以讲上帝抵挡骄傲的，赐恩互谦卑的。咱圣经读到遮，即条咱要请牧师讲道，题目是用信仰解决问题。咱即时请牧师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虽然讲今仔日算做是咱年假的最后一日，但是咱游玩伫新年过年的气氛中间，咱见面同款，爱互相讲新年恭喜。新年恭喜！新年恭喜！还有愿上帝听咱。伫咱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以前，咱先做伙压头来祈祷。充满大权能慈悲的主上帝，阮真感谢你，你守护阮你的话，互阮透过读圣经，就亲像你对阮来讲话，也恳求上帝你帮助阮，互阮伫以下圣经信息的分享中间，你的圣神伫阮内面做工，也伫阮兄弟姊妹的中间来做工，帮助阮，互阮透过圣经所记载你的话，互阮无论是讲的也是听的，都会当平平得到利益，得到造就。恳求上帝你亲自带领阮，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各位兄弟，应该咱拢感受会到，就是咱活伫现代，即马是一个四界拢有冲突的时代。无论是人甲人、族群甲族群中间，甚至国家甲国家的中间，加减大家做伙，拢会产生问题。甚至圣经也是安尼提醒咱，人的本性，人的本性就是会达、会相争。所以创世纪内底，亚伯甲该隐兄弟仔相争，嘛毋是相争，其实是怨妒，怨妒上帝领受即个亚伯所献的，然后该隐的，上帝无介意，就安尼出对怨妒。
来相杀。然后雅各甲以扫兄弟仔也是为着要抢着老爸的祝福，伫遐大家无拄好。然后以色列人甲非利士人也伫遐互相相杀真长的时间。然后到伫新约圣经，咱读到犹太人看袂起撒玛利亚人，落去兄弟，这就提醒咱，即款人甲人做伙，好亲像自然而然就会互相伫遐争，这会当讲，互咱知影这就是人的原罪。好像咱本性内底，对细汉红孩仔开始，你知影即个幼幼班内底，红孩仔好甚至袂晓讲话的时阵，就会伫遐抢玩具，对无？伫遐抢玩具，当然迄是一个学习的过程。但是发现讲，好亲像人甲人相争，就像是人的本性之一。所以咱知影，只要人甲人有接触，就难免会产生一寡问题。落去兄弟，有人安尼统计，讲历史学家去查考所有文字记载人类的历史。咱知影文字是对苏美人开始就有，差不多距离即马3000多年。这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的中间，3400年中间只有268天无战争，算算的8%。然后咱会知影有时阵历史是安尼，咱无摕到当时流传落来的历史记载，所以咧，咱毋知影敢有战争无。但是至少历史记载中间无战争的记载的，敢若268年无战争，所以会当讲，人类历史中间无战争的，一定伫比即个8%搁较少，因为有时阵咱是无摕到即个资料，当时古代的即个记载无记载到，因为世界文字的发展，逐个所在无啥共款，有的所在就算有战争，但是因迄当阵无留着文字记载，所以会当讲人类历史就是一个战争的历史。族群甲族群，国家甲国家，民族甲民族。当然，照着网络的资料，台湾2018年有54000对夫妻来离婚，所以若照迄当的即个户政事务所的资料。每3对登记结婚就有1对离婚，然后上新的资料，2021年的资料可能还未出来。2021年的资料，结婚114606对，然后中间有47887对，2%来离婚，会当讲即马台湾。即个结婚甲离婚，离婚甲结婚的比率是2:5，5对中间就有2对，所以超过1/3啦。当然，咱知影人甲人的关系，这是足歹讲的代志，但是难免即款关系对有变做无，对亲密到离开3离。这些拢是会互咱足伤心的。咱总是会感受到一寡遗憾，会感觉讲，真遗憾，哪会安尼？所以咱这只是甲咱表明讲，人甲人做伙，拢一定会产生问题，甚至即个人甲人有问题，对着时代的进步，人甲人产生问题会愈来愈多，愈来愈严重。
所以人甲人发生冲突，也是人际关系出现问题，这是咱伫信仰的中间，咱一定爱诚实来面对的。咱一定爱诚实来面对。旧年差不多强要一冬以前开始，伫即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，咱知影即两个国家是厝边，但是恁若真正对历史有兴趣，你爱知影乌克兰人甲俄罗斯人其实因三战，因互相冲突，迄是足久以前就开始有啊。对俄罗斯帝国的时阵，就甲因侵略乌克兰，然后咧，即个俄国发生共产革命的时阵，乌克兰迄当阵，实际上也是是反对互即个俄罗斯人来管。所以因的两个民族的冲突，其实是真久，几若百年，到伫即马犹原伫遐战争。所以就有兄弟，等到，我手无够长，好。所以咱嘛莫想讲，伫咱基督徒、咱有信仰的人中间，人际关系袂出问题。咱知影哥林多前书1章，咱就知影保罗为虾米要写予遮个教会、遮个初代教会，遮个劝勉的批、教导的批。因为对伫初代教会开始，一方面咱读到新约圣经有记载，初代教会基督徒真有信仰的热情。因甚至为着信仰，愿意牺牲性命。但是，上时咱也读到，遮个初代教会的基督徒，其实伊甲咱现代人同款，人甲人加减会起出问题。所以，哥林多前书1章11节，甚至保罗就直接讲。讲哥林多教会会友中间产生问题，所以咱今仔日所读雅各书4章第1节到第6节，其实作者雅各伊要处理的也是同款的代志，所以雅各一开始就写着第4章：恁中间有三争，恁中间才会争战。所以雅各书4章第1节到第6节，其实就是咱基督徒要学习，咱讲冲突处理。咱即马有一个专有名词，冲突处理。这个管理，你管理公司，你爱学习冲突处理，也是真侪人甲夫妻做伙相处，也是爱冲突处理。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经节。就是咱学习用信仰来冲突处理，用信仰来解决人际关系的问题。所以雅各书第4章第1节，作者就安尼讲：恁中间才会争战对倒落来啊，才会争战对倒落来，敢毋是对恁的宴乐交战伫恁百体中会来吗？即讲百体中，恁的宴乐，其实就是讲人的欲望，人的迄款欲望。当然，人爱知影，实际上人有欲望，这无拄拄是负面的。咱每一个人，咱拢爱追求自由。咱有追求自由的欲望，咱需要成就感。我想咱无人做代志，无要追求成就感。我失败，我做毋对，我嘛无要紧。迄毋是无欲望，迄是变做咱讲，迄就是
变做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咱会讲这款人可能没有用咯，没有救咯。欲望毋是无好，人有欲望，人要追求自由，人爱有做代志的成就感。咱人也需要互人了解，咱需要有一款互人了解的愿望、渴望。咱也需要受关心，咱也愿望讲我的专长会当发挥出来。这拢是人内在的一款欲望，侵占的欲望，这毋是无好，原本无好。但是咧，雅各书第4章，作者雅各提醒咱，基督徒就是咱遮的本来是无偌歹，甚至是好的人，有追求的一款的渴望，人的渴望。但是你所渴望的代志，你若因为无办法满足，你无办法满足你的这款的渴望，你心中就不满，哇！所本来这款人侵占的渴望，所变做咱的较负面的欲望，产生人甲人的互相相争争执，问题就来啊！所以，上牧师知影讲，真侪教会会友甲会友中间会有一寡蹊蹺，侵占的是啥物？我需要受关心，我需要受关心，所以加减咱会有听起，甚至咱家己也捌有即款感受。哇！我来教会拢无人要关心我，结果咧，当然有的人会真诚实来甲牧师、来甲教会中职讲，我来感觉教会那变冷冷。但是有的基督徒会煞变做安怎？伊藏伫心中，然后咧必正不满，不满了后加减，就会甲人来到教会，甲人蹊蹺，哇！煞个人的一款本来是无歹的愿望受关心的一款渴望，这款愿望，煞后来煞假的变成教会的大问题，甚至有的教会分裂，就是对这款细汉的代志，愈来愈假，愈来愈假，愈来假，愈来愈多人，甚至到后来也有教会是因为安尼来分裂，拢有。这真侪教会的历史中间，咱拢加减听到。所以为什么你讲人有这款欲望、这款的渴望？我需要受关心，我需要受人肯定，我需要得到发挥，这拢是真好，这拢真好。但是万一藏伫心中，因为无办法满足来。心中来受气，甚至因为受气不满，所以甲人产生问题，哇！安尼就变成真正是冲突的来源。所以咱爱诚实来看人的软弱，人的软弱是啥物？咱家己所渴望、所愿望的，若是无办法达成，咱常常。因为什么人、什么代志，互咱的愿望无办法达成，人的软弱本性就是开始会不满、生气，然后你的战斗本能、三争的迄款性就出来，战斗的迄款性就出来，你变做你会不顾一切，要拄起这款主动。来达成你的欲望，这就是雅各书第4章点出来的问题。所以欲望若安尼，就变做真无好的。所以雅各书第4章第2节就甲咱讲：恁贪恋也无所有，恁杀人怨妒也袂得着。讲到杀人，你看
即款心中的不满，即款我所想要有的无办法满足，我产生我心中的不满，后来的结果就好亲像杀人共款。虽然讲这毋是无拄出真正伫摕刀啊杀人，但是即款心中的愿望无办法达成，然后你就有怨恨，然后你就将迄个你所认为阻挡着你的人看作对敌，然后彼此来冲突。其实这甲杀人差不多，因为引起了侪人际关系的问题的冲突。所以耶稣敢毋是也教咱讲？耶稣马太福音5章21节22节，耶稣甲咱讲，犹太人传统就教讲袂当杀人，但是犹太人的传统佫讲杀人会受到审判，但是耶稣互咱基督徒一个佫较悬的标准是啥物？这个佫较悬的标准就是你对你的兄弟姊妹来受气，就亲像杀人共款，爱受到审判。甚至你骂你的兄弟姊妹，这是列家的意思是啥物？骂事是骂人笨拙共款。有时阵咱会骂人一生气，口不择言，会骂讲你这笨拙。耶稣讲，你若安尼骂你的兄弟姊妹，你就骂事是杀人共款。然后耶稣佫讲，你若骂你的兄弟姊妹，讲这是魔鬼魔的，就是饭桶的意思啦。你骂人饭桶，这嘛袂输是杀死人共款，爱受到审判来处罚。耶稣互咱更较悬的一个标准，你有迄个，甚至你怨恨人，你对人生气，你因为生气口不择言来骂人是笨拙，还是骂人是饭桶，这拢袂输杀人共款。这意思是啥物？其实耶稣伊用的这个教法，好亲像是小可趣味，但实际上是问咱，就是你甲人起出现问题，其实这有你内心的一个源头，就是当咱怨恨别人。其实就甲杀人无共款，因为你用喙就会当杀人，甚至你迄款怨恨的想法，拢有可能会害着别人。你看有时阵，咱心中有啥物不平衡、不满，然后咧，你会用话来攻击这个人，甚至你会用资讯战，你传别人的无好，你传别人的谣言。然后咧，害着对方，甚至怨恨的想法，结果咧，你开始就这个鼓励，这个你叫你熟悉你的好朋友，莫甲这个人交朋友，鼓励伊，这甚至拢会害着人，这就是霸凌啊！咱知影即摆一款的霸凌，就是甲一个人鼓励，你叫别人莫甲伊讲话。莫甲伊做伙，然后咧，即款的霸凌甚至真正会害死人。这是霸凌的恐怖。咱即摆讲的霸凌，学校霸凌、职场霸凌，就是安尼联合大家，莫甲伊做朋友，大家出去佚佗，莫互伊知，然后互伊足伤心痛苦，甚至有的人就因为安尼想袂开，自我解决家己。所以，私欲引起内心不满的时阵，甚至有时阵会袂输杀人共款。但是上大的问题就是耶稣爱咱想的，也是雅各书4章作者雅各爱咱想的，就是咱爱
诚实来看到咱内心迄个交战真正冲突的来源是咱的内心，咱心中有一个需要，无办法得到满足，所以有不满，不满产生怨愤。然后咧，你心中有迄款的欠缺，你煞将责任撒互别人，讲拢是伊害的，拢是伊害的，其实是咱内心有欠缺。所以，敢毋是伫即个差不多30年前，1990年30几年前，有一个广告，极力刮胡刀。他讲要刮别人胡子，先把自己刮干净。要刮别人胡子，要将自己刮干净。常常咱拢想责任是别人，拢是伊的毋对。咱无想到讲，其实真侪问题，人甲人的问题是出于咱的内心。咱心中有啥物欠缺，咱心中有啥物真正的需要，咱无去想，咱只是想拢是伊啦，拢是即个人啦。甚至有时阵会以为讲，拢是牧师啦，还是讲拢是长老啦，拢是执事啦，拢是别人啦。所以耶稣敢是提醒咱，讲为什么咱敢若看到咱兄弟目睭中间的草仔油，煞无看到家己目睭中间的影仔茶？为什么看见你兄弟眼中的木屑，却不理会自己眼中的梁木呢？咱选举过了无偌久，咱知影负面选举常常拢无有好的结果。不管安怎，两个人拢名誉来受到损害。有一个故事安尼讲，一边的议员选举，伫这个政见，这个辩论中间。其中一个候选人就讲伊的对手，批评伊的对手讲我这个对手以前是开酒店啦，所以伊无资格做议员。结果伊的论到到迄个伊的对手来讲话的时阵，伊讲伊讲我以前开酒店，但是我即马已经无开酒店啦。但是这个批评我以前开酒店的这个候选人，伊到今仔日每一暗拢走去酒店去找粉味。这就是敢是耶稣提醒咱的，看到兄弟目睭中间的草仔油，煞无顾到家己目睭中间的影仔茶吗？常常互相批评，煞毋知影讲其实家己呀。问题是咱家己，甚至咱家己的问题是搁较大。来兄弟，常常人际关系出问题，人甲人的冲突无办法解决，就是出伫咱上过骄傲，咱无愿意拄起家己目睭中间的影仔茶，咱。反倒转，敢若愿意顾着家己的面子，然后用放大镜、用함镜去看着别人的过失。所以，第一咱要知影的，就是面对着人甲人人际关系的冲突的时阵，唯一解决方法就是咱要谦卑咱家己，咱要诚实面对这个表面上。人甲人客客无拄好，背后其实内心个人有一个刻薄，无办法得到满足，得到解决。所以无论是对方心中的刻薄，无办法得到满足，也是咱家己实际上，咱爱想着我其实也有责任。我家己也有责任，所以咱应该更较注意的就是，雅各书4章20也提醒咱，就是发生人甲人人际关系问题的时阵，人往往是甘愿讲互相对抗，拢无愿意来祈祷，拢无愿意来祈祷。
但是雅各书第4章，雅各佫继续提醒咱，就是咱人若无办法谦卑诚实来看到家己的欠亏，安尼就算你想讲我来祈祷，上帝也无拄拄会回应。亲像讲，咱未前未，咱就祈祷讲啊，即个歹款待我的人，愿上帝审判伊。但实际上是咱的毋对要安怎？实际上是若是咱的问题要安怎？也是讲我对伫即个发生问题，我家己其实嘛有责任的时阵，安尼上帝敢真正会听你的话，来处罚迄个你感觉歹款待我的人？所以咱要知影，咱对上帝祈祷，毋是用咱家己自我做中心，也是掠家己做义。咱祈祷，咱是求上帝旨意成全。所以，留意下这。雅各书第4章第4节，就甲咱讲：恁遮的淫妇啊，敢毋知甲世间做朋友，就是甲上帝做对敌吗？所以，既若爱做世间的朋友的，就是做上帝的对敌。这讲到甲世俗做朋友，甲世俗做朋友的意思，就是咱摕世俗的观念来做咱生活的原则。世俗的观念是啥物？咱过年期间，为什么咱伫礼拜教会礼拜中间，咱讲新年恭喜，然后咱爱学讲耶稣听你，咱袂亲像别人讲新年恭喜，然后是讲啥物？红包摕过来，也是即个恭喜发财，咱毋是安尼讲，因为讲恭喜发财所变做，这是将荣华富贵看做人活得上重要的。你一年开始就想要发财啦，咱毋是，咱新年的开始，咱是爱思考着上帝听你听我，上帝怎样带领咱平安过去的一冬，然后上帝会听怎样，互咱对新的一冬有新的愿望。咱毋是亲像世俗，将荣华富贵做咱活地的目的。所以，甲世俗做朋友，就是用世俗的价值观来活。但是上帝讲，咱爱用上帝的意念做咱的意念。其实，真侪哲学家、神学家拢甲咱讲，现代社会人迄追求的就是个人无论活力舒适，也是个人来得到富裕。这就莫怪咱现代社会人甲人冲突愈来愈多，也是人甲人无拄好，引起的后果是愈来愈大。所以这就是牧师爱咱注意到的，用这个离婚率来看咱人现代人怎样来面对人甲人的冲突。过去讲较吞忍的啦，为着囝儿较吞忍的，然后到后来讲爱等到囝儿查某囝拢结婚好啊啦，然后就讲抱孙较好啦，然后咧煞两个人一世人到落尾吞忍，但是即马即现代人咱较袂安尼想，咱较会将小问题，然后咧教变成大的冲突，到后来煞行袂落去。留意下这，主要咱来看就是为什么现代社会会变做安尼？媒体的影响，因为媒体甲咱教什么？教即个身外之物，变成咱幸福的来源。所以电视广告
也是即个电影所演的，也是网络你拍开网络，亲像讲，你敢知影19世纪的人无认为选少足宝贵？你敢知影选少其实是20世纪开始较互人来追求的。以前人看选少是亲像石头共款，亲像玻璃共款，这就是媒体。媒体互咱人讲到人即个男女的感情，就想到选少。咱袂想讲两个人要怎样做伙到落尾，煞一开始就想讲选少爱偌大，然后咧新闻内底名册啦、企业家结婚，咱就讲伊的选少偌大粒，大粒的选少平常时嘛袂当刮，对无？你手镜头安怎动啊？迄动要害遐大粒，为虾米？媒体教咱讲，人男女的感情爱用选少来维持，但是就像才讲的，钻石恒久远，一颗就破产，这是该选少公司的这个钻石恒久远，一颗永流长，但是无啦选少大粒，无保证你婚姻的幸福。落去兄弟，咱莫讲别人。最近咱若关心台湾基督长老教会，咱就像教会界也受到真侪社会功利主义的影响，所以产生一寡问题，产生一寡乱象。咱最近较听到，即个咱长老教会的大学，中英大学，迄甲总会三个，为虾米？有的人就讲，这学校是我创设的，所以咧，我永远做董事，永远做董事长。但实际上，当时创设的时阵是甲教会募款，然后用长老教会的名来成立这个基督教大学。但是咧，伊讲真侪企业拢安尼啊，公司派，然后市场派，争来争去，摕来教会的机构嘛来算。咱发现讲，连真侪有名望的教会领袖，所也互私欲来控制，所招骗啊，想讲争取大位，也是家己支持的人摕到大位，家己较是有福气的人，所将上帝的祝福，甚至将福音的本质，所来错误的了解，想讲我爱摕到，安尼这较是福音，结果福音变成祸因，所这个教会机构中间有真侪乱糟糟的代志，渐渐互世俗应用来发生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雅各书第4章第4节，用这款淫乱的人，甲上帝对敌，来称呼遐个破掉世俗价值观的基督徒。因为雅各甲咱提醒，就是咱基督徒袂当常时军队上帝，但是佫常时破掉迄款世俗价值观。因为若安尼，人格错乱，永远无办法得到真正的欢喜、平安甲安全。咱思考，若摕到世俗价值观、功利主义的基督徒，就好亲像将上帝当做一个工具尔。伊会感觉讲上帝啊，你无够互我得到我想要有摕到的，我家己才知影我要啥物，所以咧，甲上帝讲有事再联络。我需要你的时阵，我甲你联络啦。这就是世俗破掉世俗的人看待信仰。我需要我要摕到，若即个生命无办法互我摕到我要的，安尼咧，安尼变做啥物？再见，有空再联络。甚至以前大家乐的年代，咱常常伫路边
的迄个神坛、迄个庙、迄个公庙，看到因伫遐扑迄个迄个偶像，咱敢有印象？即个40年前迄个大家乐的年代，因的信仰观就是安尼，迄就是叫做世俗所影响的宗教，就是安尼。有利用价值的时阵，甲你拜啦，然后咧害我讲句，安尼就摕去庙寺，然后用甲伊家己破坏，无路用。世俗价值观是遮尔啊恐怖，所以就影响这，咱袂当用即款上帝有利用价值的时阵，就拜要害，然后咧，伊无互咱摕到的时阵，咱就甲上帝讲：谢谢你，有空我们再联络。就影响这。上帝知影世俗无办法互咱带来世俗价值观，无办法带来互咱久长的满足，只有伊会当带互咱真正的平安甲欢喜。所以上帝为什么要求咱对伊的忠诚，独独敬拜上帝，就是伫遮。这是出对上帝知影。咱真正的需要是啥物？咱真正需要的，毋是世俗的价值观。所以，咱生活中间所有的冲突、抗争、相争，真正的源头拢是人内在的欲望，互世俗价值观来颠倒，一颠倒，问题才愈来愈严重。所以，伫冲突。伫人际关系的问题中间，咱不只是甲人来做对敌，实际上到最后，这是对敌上帝。因为上帝是听，咱煞无办法用上帝的听来彼此相听，咱煞是用着个人的欲望，甲即个世俗的价值观来换。所以人甲人冲突的中间，咱来思考的，这毋是个人问题，这是一个信仰问题。但是，咱听到会感觉，安尼基督徒活了真辛苦。雅各书4章提醒咱，就是即位爱咱完全顺服伊、军队伊、独独军队伊的上帝，伊常时赐予咱稳定。这个稳定，互咱会当达到伊所要求的。但是，这款的稳定是收赐互谦卑的人，毋是收赐互骄傲的人。只要咱会当将原本伫人面前的骄傲自高，转变成做伫上帝面前的谦卑顺服，上帝。伊所应允互咱的稳定，就会赐予你甲我，互咱会当行出原本靠家己无办法办达到的事，互咱会当真正用上帝的听来彼此相听，咱用诚实面对咱家己的欠缺，来彼此来相宽容，来彼此相接纳。因为天父上帝已经透过耶稣基督，互稳定来显明。耶稣接纳并且赦免遐个原本互个人欲望所捆绑的人。所以咱知影咱有欠缺，咱知影咱内心有迄个用靠人的方法无办法满足的欲望。但是咱知影。耶稣拢知，咱知影耶稣也看到咱真正的需要，耶稣也带领人到伫伊遐来找到迄个真正会当互灵魂得到满足、生命的根源。所以就影响这，当咱内在的需要互上帝的稳定。转变成做对上帝的顺服，以及对人的谦卑了后，自然而然的，
即款外在人甲人的冲突，也会当来消除。因为一个人伫上帝的面前有真正的平安，表现出来就是会当伫人甲人会当和谐做伙。咱心中若无平安，当然人甲人会出问题。但是即个平安，只有咱面对上帝的时阵，咱诚实来面对上帝，咱诚实用咱家己的欠缺来面对上帝，将咱的欠缺互上帝交托互上帝来立你的时阵，咱自然伫上帝面前得到平安，咱就会当伫人甲人的中间有平安。所以，毋知影恁甲现在面对着人际关系的问题，咱千万莫想讲，莫去面对，咱逃避，咱就莫接触，莫讲话，保持距离，安尼人际关系的问题就自然会消失。会当讲袂啦，因为不满抗久，即款会受气的火会愈来愈大。咱家己应该拢有经验过。我讲我以后，两个人冤家了后，我以后袂甲伊讲话。但是咧，当你一个人的时阵，愈想愈受气，后来共款冤家起来啊。可能你会当忍耐，但忍耐久啊，家己破病，哇，也真辛苦。落去遐这。雅各书4章第1节到第6节提醒咱爱找求解决冲突，就是爱先伫上帝面前，咱谦卑咱家己，诚实看到家己的欠缺，咱也诚实来面对家己的欠缺的常时，咱拍开咱的心门，领受上帝的恩典，来得到内在的平安，用安尼的平安。来面对人甲人的无平安，咱做伙额头来祈祷。听阮的主上帝，阮实在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互阮伫你的话的中间，就是今仔日阮所做伙读的雅各书4章第1节到第6节的中间，阮诚实来面对着阮家己内在的欠缺，阮知影。阮有真侪的刻薄，阮毋望家己会当得到人的接纳，阮毋望家己会当有成就感，我也毋望家己会当互人关心，互人看重，阮也毋望阮家己的才能会当发挥。但是主啊，阮常常袂记得万事有主你的计划，有你的时间表。甚至有时阵，阮只是无看到别人对阮的关心，阮无注意到别人对阮的接纳。但是主啊，你提醒阮，就是阮爱诚实看到阮家己的欠缺，然后伫主你的面前拍开心门，来互主你的听进入阮的中间。互主你的听透过阮所做的一切来显明，互阮伫主你的面前得到平安，也互众人会当有平安。所以主啊，愿主你互阮成做和平的使者，互阮对伫主你来得到快乐，来彼此相听，也互阮学习用实际的行动来互。众人，互阮四周围的人，也会当体会到有主你的听，也有阮透过主你圣神的带领所行出的听心的行动。所以主啊，虽然讲阮的教会甲其他的大型教会来讲，阮伫人的眼中是真弱小，但是主啊，你的圣神。伫阮的中间来做工，你的话也伫阮的中间，慢慢伫阮的心中来生根，来布芽，
来开花来结果。愿主你也看顾阮的教会，虽然讲阮教会难免过去，也经过人甲人捌发生过无拄好，但是主啊，你的疼，互阮会当同心彼此来相体贴、相包容。你也互阮伫主你的带领下面，阮日日来学习，真做有主你的疼显明的信仰的团契，也阮会当透过你圣神的带领，互阮来见证主你的疼，互阮四周的人。主啊，恳求主你的带领看顾，阮的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真感谢牧师用信仰来解决问题，来讲道，来勉励咱。咱只是要用圣诗521首，你若欠缺真失望来回应。圣诗第521首，圣诗第521首，你若欠缺真失望，我着尽力来帮咱。救主看了上欢喜，显明真实坦道理。咱决意三听，咱决意三听，咱决意三听，求圣神来帮咱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我着亲门来帮衬，主看了就欢喜，明真是他的理，难怪你所听，难怪你所。难怪你所听，有些心来帮衬。我那拄着心烦恼，你着替我来祈祷，救主看了就欢喜。明真是坦道理，难怪你所听，难怪你所听，难怪你所听，有圣心来帮衬。高兴的年，我为欢喜的节，救主看了就欢喜，显明真是坦道理，难怪你所听，难怪你所听，难怪你所听，有圣心来帮衬。三听你我都免的，就会阳光过一遍，救主看了就欢喜，显明真是他道理，难怪你所听，难怪你所
请坐一碟，咱要来奉献。哎，请吉安执事甲一节师来施献。咱即是来报告，请咱献花招报。咱今日欢迎有无新来吼，但是咱真欢喜吼，迄个万基迄个黄爸爸吼，万基迄个万基兄伫咱甲因查囝伫咱的中间吼，咱来欢迎一个吼。后壁有牧师娘吼，牧师娘甲迄三个囡仔吼，咱顶礼拜有来吼，咱也真欢喜吼，今个看到伊。好，咱来报告。咱第一点，咱今日感谢叶牧师的讲道，愿主祝福叶牧师所做的工。第二，咱后礼拜日讲道2月7号讲完嘛是叶牧师题目是耶稣新家的意义。第上帝掌管世界。经文是马太福音第8章第5节到13节。第三点，咱今年度的会员号要定伫2月19，咱也有书面资料，咱才交互我。第四，咱2023年2月19要举行圣礼典甲召开好会来办理。伫顶年2022年决选案，2023年咱今年预算甲检校员的2名。第五点，这小会公告，咱的名单若有需要更正，也是要迄个遮若有问题有异议的，咱才甲黄长老来联络。咱来看倒边，咱做的时间是主日崇拜是上午10点，圣圣诗迄个圣歌队的练唱是主日的上午8点45。咱拜五的早经咱暂时暂停吼。咱今日招待有方世祥甲春英姐，插花是杨长老，清扫是小妹执事。咱后礼拜讲道叶牧师、苏辉、名誉长老、苏琴、谢文老师，领唱与信箱。书献小妹执事甲民兵执事，咱招财是苏长老甲谢宝姐，插花是小妹执事，清扫是谢宝姐。咱即礼拜迄个因为影印的公司还搁咧休年假吼，所以咱后礼拜咱才会甲奉献来印出。咱即点来看正评，本周的金句吼，我台语我先读一遍，咱大家读2遍，华语咱来读一遍。伫雅各书第4章第6节，我是以想事较大的恩，所以讲上帝抵挡骄傲的，想事恩互谦卑的。来，我是以想事较大的恩，所以讲上帝抵挡骄傲的，互谦卑的。若是以想事较大的恩，所以讲上帝抵挡骄傲的，顺服谦卑。但他是更多的恩典，
所以经上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雅各书4章第六节。咱今日礼拜三吼，咱望咱的中职小老部吼，我咧想，咱队务牧师到即马咱经过8个月吼，说长不短，说长不长，短不短。咱望今日咱的中职有一个好的讨论，看咱的意向吼。咱即马拢还无迄落，就是讲，咱若请兄弟为着即件代志，咱逐个伫上帝面前祈祷吼。我咧想，凭咱对圣经内底所领受的，照圣经讲，对就对，毋对就对，毋对就是毋对吼。再多说都出于一个恶者。吼，当然咱若伫心内底，咱若甲即个代志下头前，圣经嘛甲咱讲，你或偏左，或偏右，那是正路。一声甲咱讲吼，我咧想，咱甲遮放伫咱的礼拜三。中聚会要为着这逐个兄弟也为着在志，伫上帝面前来祈祷，求圣灵吼来引带。即条咱们来唱圣诗390首。圣诗煞要请牧师甲咱祝祷。圣诗俄罗天父万福原本，极关联极大，仁爱交长。俄罗耶稣属我最烦。做我中保，将你万烦，请咱起立来吟。哦，若你被万福本万，关联给大仁爱交长。哦，耶稣属我最烦，做我中保，将你万烦。哦，谢心让我最近救赎怜悯我内的心。哦，全对神歌声心，所以。愿咱拢会当伫上帝的大恩典中间，互咱伫上帝面前来得到平安，也用即款的平安来影响着咱四周围的人，互众人甲咱会当也有平安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，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，甲咱做伙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